为特别防止非洲猪只，农业部按算2027年开始，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。目前是阁有400多场用喷饲猪哦。农业部今仔嘛邀请各地农民来参详，有人是支持讲应该马上就禁止，也毋过哦，有人非常反对。拜二早起，来自各地猪农和农业部针对禁止用喷饲猪的议题召开会议。因为农业部规划对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喷饲猪，农业部打算让猪农在2026年1年的时间做转型。这个政策一个出来，支持和反对的猪农拢有。目前用喷饲猪的猪农认为讲有监控系统，甲喷煮过就无问题，希望卖全面禁止。厨余有经过高温蒸煮。再来给猪吃是最好的去化，也希望中央可以给那个厨养猪户一条生路。不过，有猪农非常赞成，认为农业部根本就无需要等到2027年才实施。进前国内标出来非洲猪只的时阵，就一定看出来问题，即马就要全面禁止。坚决反对厨余再度进到我们的畜牧场，不要说1年的漏入条款了。根本就不需要了，已经处理那么久了。对此，农业部是回应这个政策还未定案，因为目前国内各8个县市无全面禁止，所以才会开会，希望听各界的声音。刚喜胜确定？没有啦，这大家先征询地方跟相关单位大家的意见。那最主要还是在周4的时候，那整个政策才会整个拍板确定。为着要鼓励猪农改用饲料，农业部也推出来转型方案。今年底提出的申请者，每只猪会当补助3600块，设备补助上悬也会当补助到300万。农业部表示，未来会提出更较侪方案，帮助猪农转型。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。